晨，我係校園小記者陳瑞琳，我想訪問你啊。好啊。陳姑娘，你覺得今日嘅聖誕聯課活動點啊？我見到啲佈置好靚，同埋好期望下晝嘅同學仔嘅表演。你有咩聖誕願望啊？我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，開開心心啦。多謝你接受訪問 ，Merry Christmas！Merry Christmas！女副校長，早晨，我係校園小記者陳瑞琳，我想訪問你啊。瑞琳你好啊！女副校長，你覺得今日嘅聖誕聯課活動點啊？我而家咧見到好多同學咧喺周圍咧都影緊相啦，同埋咧喺課室咧預備緊咧一陣間嘅聖誕聯課活動喎。我見到大家都非常之努力，所以咧好有嗰個嘅聖誕氣氛啊！一陣間大家加油啦！你有咩聖誕願望啊？我哋咧今日咧聖誕聯課咧嘅主題咧係感恩同埋珍惜，咁所以咧好希望同學咧透過呢個聖誕活動咧，知道咧要珍惜身邊嘅同學啦、老師同埋屋企人啦，亦都識得咧去感恩咧，平時對一啲可能係少少嘅事咧都識得講多謝喎。多謝你接受訪問 ，Merry Christmas！聖誕快樂！曹老師早晨，我係校園小記者陳瑞琳，我想訪問你啊。早晨啊，琳琳，好啊。曹老師，你覺得今日嘅聖誕聯課活動開唔開心啊？哇，今日嘅聖誕聯課活動好有氣氛啊，全部同學仔都好開心啊。咁你有咩聖誕願望啊？我今年嘅聖誕願望咧，希望陳南昌嘅師生咧，同埋家長們咧，都身心健康啦，過一個咧愉快嘅聖誕，同埋迎接一個美好嘅新年啦。多謝你接受訪問 ，Merry Christmas， 身體健康 ，and Happy New Year， 身體健康。頭頭，早晨，我係校園小記者陳瑞琳，我想訪問你啊。好啊。頭頭，今日嘅聖誕聯課活動開唔開心啊？開心。聖誕假期你會做乜嘢啊？我食飯。多謝你接受訪問 ，Merry Christmas。Merry Christmas。康偉慶，早晨，我係校園小記者陳瑞琳，我想訪問你啊。好。康偉慶，你覺得今日嘅聖誕聯課活動開唔開心啊？開心。你最中意今日邊個活動啊？中意。多謝你接受訪問 ，Merry Christmas。